这次真的很感谢，就是我跟我的家人都很感谢，就是总统，然后部长、总长、副部长，还有军医局局长，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帮助真的很大，真的非常谢谢他们，而且他们也都有抽空来看过我，所以真的很谢谢他们。像之前就是身体管路还蛮多的，像鼻胃管跟气切管，因为他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其实会蛮痛的，对啊，就是像就是有肺有痰的时候，那个气切管会抽，然后那时候其实很不舒服。然后现在还有就是左脚在修复，像在复健的时候，其实它会痛，可是我都有忍住。对啊，就是要努力的复健好，也谢谢国人的关心，因为好像我也在网络上收到蛮多祝福跟加油打气的，真的非常谢谢他们，非常谢谢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啊！我会努力加油，然后努力的复健，让身体达到最好的状态。就是我有信心可以，就是尽量复健，尽最大的努力复健，目标是今年年底可以站起来。其实当然对梁峰这一路走来，说实在的，我们家住高雄，然后接到消息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整个心都慌了。还好这一路上有这些长官对我们的帮忙，感谢韩特部这些特战弟兄，真的是24小时。真的没有他们这些弟兄真的在我们这边陪伴着我们我们真的不好走，所以真的很感谢他们他们这些弟兄，然后很心甘情愿的这样在那边照顾梁峰，其实心中都充满了满满的感谢，也感谢各级长官对梁峰的关心跟照顾，对我们的帮助，很谢谢，在这里还是再一次谢谢他们，谢谢总统，谢谢部长，谢谢副部长，谢谢军医局，谢谢同综合的医院，谢谢所有的3种的医疗团队，还有谢谢总长，总长也来看过梁峰很多次，在这里要谢谢总长，谢谢他们，可以让我们挺过第1阶段的治疗，让他可以脱离呼吸器，脱离离开加护病房，算是说真的，虽然那时候已经是。不是8月8号了，可是真的那天对我来讲，是我这辈子收到最好的父亲节的礼物。未来梁峰的路、复健的路，我知道很不好走，而且也很漫长。不过我们全家会一起走的，我相信我们全家一定会挺过这个难关的。谢谢大家。